再来看，基隆甲新北市十几个民众已经怨叹几啊日咯。这几天因的自来水拢有汽油味。台水公司调查发现，讲是基隆河受到污染，会来补偿。虽然自来水公司已经启动应变，目前检验水质嘛已经正常，也毋过民众嘛是个真不安。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强调讲，今仔会来处罚台水。经济部长金明兴嘛强调讲，台水哦嘛是受害者，会请检调来调查。 水车载自来水，和贵人的公立幼稚园加一寡公家机关使用，因为这几天贵人的自来水拢闻到汽油味，台水公司接到通报去调查，发现敢若是贵人河受污染，所以北岛抽水站无搁再抽水，改用新山水库的原水，启动净水停输，希望排除有怪味的自来水。不过，惊讲影响人的健康，贵人教育处协调台水派水车供水。 我们各校今天都会这礼拜开始陆续进行水塔清洗，就是今天停水的部分，那可以有水可以供应。那另外市府也会采购矿泉水，然后让园方小朋友这边可以先用矿泉水。市民的这个水塔该怎么样清洁干净，或是补偿的措施，或是最重要的安全的用水的问题，我想市政府一定有责任第一时间来保障市民的安全。水塔的师傅这几天是真无闲，自来水有怪味。 爱先把水塔内面的水放空，结果水内面这几天空气是接袂煞。水的关系造成这个大家的水塔里面都有汽油味啊，所以一直都在清洗水塔。虽然台水有紧急应变措施，不过这几天民生用水受影响。贵人市长谢国良开紧急会议，认为台水已经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，上紧催入处罚。有发现水面油膜感测器为故障的状态。 也就是说，水公司并没有足够的仪器去发现跟侦测它这一次的油污的污染。像这一次的污染物质的话，它其实在表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。然后它如果是溶解在水中，那油膜侦测器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出来的。对谢国良讲，台水的油膜感测器故障，台水是提出反驳。 经济部长讲，台水也是受害者。台水公司说老实话，它也是受害者之一啦。这核酸受到污染哈，恐怕还是要请这个市政府啊跟检调赶快来查明。台水也启动补偿措施，包括水费减免3度，若是用户家己清水塔，搁再减免2度；若是请业者来水，台水将会平净协调费用。对水污染的源头，支付除了采样送检，也交予检警调查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